圣诞节是大多数小朋友会当下完并收到圣诞礼物的日子，但对着家境比较较清寒的小朋友，大多数就无这个机会。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特别针对清寒弱势家庭但认真上进的学生，举办了圣诞送爱心、礼物助愿望公益活动，委请学校提供清寒学生名单。这次总共有61间国小，247位学生受惠。看看我们的周遭朋友，真的苦人很多。尤其现在有遇到通货膨胀，一些物价高涨，让这些一般的社会朋友要生存更不容易。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的发起一些义举，能让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人士伸出他们慈悲的一双手，来帮助社会大众。今天没有办这个活动的话，还以为以前的救国团都是带人家出去玩乐为主，可是自从叶总干事来到台南，他把这些计划讲出来，受很大的感召，因此呢，我很配合他，因为他这个就是同舟共济，同舟共济的精神。德不孤必有邻，救国团的善行义举也感动了社会上真侪人做伙来投入这次爱心活动，而且除了有台南市的善心人士加入，就连韩国瑜土豹子志工团也加码送予247位学生，每一位600块的购物金。因为刚好这次看到台南这边，我本人也是台南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所以我就是请我们团这边看是不是能够发一些资源下来。没想到我们团长就很大力的直接讲说，就是247份的，我们就准备247份的小礼物，还有600块的一个我们自己本身志工团的一个购物礼券，就是让小朋友他们自己就是在家里，就是有家长可以上网直接订购他们所需要的文具或者他们想梦寐以求的一个礼物，这样子。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总干事也庆寿指出，这次活动由各区的会长协助联络当地国小，学生只要写下因想要的礼物以及理由，就会当伫12月圣诞节进前免费收到。同时，也则感谢社会大众做伙参与，也希望这小朋友伫未来有能力时，嘛会当回馈社会，达到爱的循环。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